做机器开始运作，旺旺人规日的势头也开始诶。幕后的米酱整过后，变作为一批批金金拍斜斜的贵香颜色的板条，切做一堆堆的，集做三仔，包装过后，就会一般店家卖嘅板条诶。我哋台体走大概5个多小时，我哋的产量，营业产量就会走好。它营业产量大概1500到2000斤的板条安样。板条的销售来讲，台体的一般的点心店，你新竹县市附近的，像北部内湾嗰啲话。做东镇一间板条制作商，开业32年，用人做动体系2/3的店家来用。附近的店家很多，往妈妈路的亲身骑轮奥多拜来送货。板条所，开始做啦，去去往板条所，叫做板条所做板条嘅。因为佢买当多啊，搭拜买来3、4摆啊，唔哪要咸，唔哪要咸啊呀。用料食材强调纯米制作，无老粉的板条，本人客食的入贵欧呢。冻香冻是，那个板条嘛冻很 Q 很好吃这样子。人客好食，店家吃盐也好用，嗰度店家一用就会2-3年。呢種嘅板條用30年有嘅啦，然後像嘅板條當春冇散粉，然後都係春米去做嘅，然後當 Q， 然後大家食過都講當好食啦。哦，我哋板条的特色是香Q 滑，因為我哋咧係純米做嘅，冇添加防腐劑。啱個純米來講，口感會比粉咧做嘅口感好多多，所以我哋會嗰啲板條上都咧銷售都按都提供。為民眾嘅狂天把關，往往人還堅持板條度唔攞防腐劑，唔板條不用1日就會壞脫。為咗拓展商機，往眼睛囤加嘅睇口味行同腦筋。係我家用一家做嘅糜藥，然後我除到肉一掉落去，又酸酸又甜甜樣，都好食。豚身的瓜、銀針、卵、漢堡菇也都切做一條一條，裡面糜藥醬總可以包到板條度，就係板條酥絲，食起來口感唔會爛。同傳統嘅板條食法規模相樣。該梅好有反應。一架子酥梅好食，會都嘴巴裡面應該口感會比較持久。又酸甜的感覺。對，很清爽。喺米醬加俾胡糖，板條嘅色變做為咖啡色，食起來係甜嘅，唔過也含有板條嘅口土，係無像用蜂蜜嘅點心。行人啊，當好食水板呢啊，水板呢是一定要嗰種烏湯去做水板呢。你就想，你嘛做嚟試看看，烏湯加落去，我板條好泡，幾到水板呢好噴。剛剛那種做出來之後，大家是會吃到講，口感很啊 Q， 很啊好食。兩家葱誒，在嗰邊一堆四角形的板條，漸漸那如係蓋好食的板條亂餅。板條翻回來的時候稍微煎焦一點點，口感會更好。板條亂餅本單係種順人，種本身人的食的小點心，一下沙邊做嘅嗰度做全店的招牌產品。要到早餐店來的時間，我是咪撈去講？你都會試看看，我板條的皮兒去做單餅皮膜。後來一家用之後，是開始大家穿啊。因啥是請賣照的時是會講，你要看有個用個板條做的單餅膜。鹹菜白香炒過後，用板條包做鹹菜卷，就會水做的是的點心呢。板條本身就是沒有味道啊。那我們只是去吃它的 Q 度，然後配合裡面的酸菜的鹹度，這樣就夠了。當日做板條，往往人認為板條做得有幾多嘅變化，同無相用嘅食材搭配，會有無相同嘅客家好味絲。也希望同安尼嘅好味絲，同韓國島嘅人分享。
最主要，因我卡上，然后因我卡板条送出去讲，本因地讲，除了煮汤板条、灶板条和炒板条之外，我还做在做其他的东西，然后大家做在试看看，这个都我卡 DIY 用。到底让你客家传统客家的美食的文化，到底继续让延续下去哦，我现在都有一个使命啊。做传统板条之外，旺旺人希望研发新口味，希望突破一般人对板条的看法，用新的风格为客家美食加添更多的想象。